也是好新闻，来看婚林这个24岁姑娘啊，伊是一个画家，伊有这个重度的地中海型的贫血，全世人拢爱定期来输血，因为带着这款的病症，更加会当体会到身心障碍者的困难。伊来成立着线顶画廊，帮身心障碍者来卖画，嘛来举办画图课，免费，让身心障碍的囡仔来学画图。先挖第一个颜色出来。 伫画室内面，几个囡仔坐做伙，大家手拢提一个飞机的模型，伫李老师的指导为模型擦色。你可以试看看这样子比对是不是一样大。那如果你就 OK 了，那就先把十字线给放上去，不可以垫在上面，要练习。日常画图嘛是课程之一，这拢是免费的。可以学到很多提升我的技巧。这位就是李嘉美老师，今年24岁。 因为有重度的地中海型的贫血，一世人拢爱定期的输血，补充白体质。因为有这款疾病，予伊产生帮助人的念头，免费教身心障碍学生画图。有很多身心障碍小朋友，在一般的画室里面是没有人要收的。非常的好，给他们一个空间的话，真的是对他们很大帮助，也给他们学习不同的方式来呈现他们的最优美、最美化的一面。 伊除了免费教，也有成立线上的画廊，帮助身心障碍者卖图画。大学的时候，隔壁同学他就是一个身心障碍者，然后他是手脚是没有力气的，他必须花很大的力气才可以画出一张作品。但是他画出的作品其实是不及格的，老师觉得他的构图不完整，笔触不成熟。但是在我看来，他其实是花了全身的力气下去画画。希望大家没有美丑之分，也没有正常与不正常的差别。 因为自身的疾病对新竹朋友的处境特别有感受，帮助卖画，嘛用卖画的机会，搁再帮助更加多人。我们会有10%是捐给罕见疾病基金会，让更多孩子得到更好的医疗照顾。李嘉美老师透过教画、教卖画做公益，嘛要甲新竹朋友讲，若因为家己无完美，就失去斗志，失去目标。